应用于程式卸载，从那个设定那边进去找应用程式管理。你看有三个项目，最左边应用程式移除，按下去，你看赖呢，占用记忆体空间最大了，5.29 G。再来抖音 TikTok 吧，3.38 G。再来脸书 Facebook 1.19 G。再来脸书的 Messenger 通讯的啦，传照片、影音、图文370 MB。还 CapCut 编辑影片送上抖音316 MB。然后来文书处理了，读圣经的，还有影片播放、文件检索、Google Play 商店、电话管理、Google Play 商店、超级摄影机、遥控的、智慧遥控的、万能遥控的，能不能操作那个无人机啊 ？More Dictionary 字典，查汉字的字典，那翻译语言翻译，刻经线，大师的作品呢，可以学习的很多呢。File Manager 档案管理 ，UT 的 YouTube 啊，就是那个 YouTube 网站 ，YouTube 网络电视台工作室，影片上传后呢，影片标题啦、说明啦，还有其他的设定呢。因为现在按下去就等于要移除了，不是要做移除，只是要做那个清除暂存。手机用久了都很烫，要关掉了好烫。手机用久了，小米手机用太久了，背部都爆开了，背部那个连的地方，不晓得用什么胶连的，连的地方都爆开了。这个 Capture Record 就是萤幕截图、萤幕照相，还有萤幕录影，也可以编辑清除资料、清除暂存，确定有什么变化？没有什么变化，退回去。